4月初3，花莲发生大地震了后，各单一直拢有地动尾。伫今仔日透早半暝啊2:02分的时，咱的东部海域是阁发生规模5.3的地动尾。因为根据气象署的统计，大地震各单地动尾已经超过700届。按算讲，上无至1个月内拢有地动尾发生。验过呢，即卖这已经豆豆咧减少啊，所以气象署呼吁乡亲唔免伤过惊吓。山坡石头一直连落来，花莲7.2强烈地震了后，依然有真侪地动尾。根据气象署的统计，到4月初8下晡4点，主庭加上有感觉的地动尾已经超过700个，规模5以上28个。因为规模这个7.2的地震呢，它的余震的时间可能会相当长，所以也不排除在这个未来还是会有规模5的余震的发生。地震测报中心有讲，至少1个月地动尾也是真侪，不过地震发生频率甲发布地震的次数也在降低，整体看起来有断河的现象。学者认为，为911的经验已经看到，迄时阵地震尾有1年，而且迄时间也是有8到10个6到7规模的地动尾。这摆花莲大地震规模达到7.2，已经影响周边一寡短暂的活动。虽然地动尾频率次数会大大减少，不过伊原来注意可能还有规模6以上大中型的地震。不管是有感或是无感，我讲这个会但是它这个降低只是频率稍微低一点，在这个区域里面，未来这1年内还是会有规模6到7的余震，还是会有。到底什么时候会到原来地震之前那种背景啊？一般我们推测大概可能要到1年的时间才会降那么低。另外，受方面通过，东北季风增强，各地水气变热。气象署表示，初到天气无稳定，常常落雨，北部东半部会小可凉。花莲地区虽然落雨无明显积云，不过爱水线可能见度会降低。云量多一点就飘一点小雨啊，偶尔有一个感受比较明显的小雨出现了以后呢，又雨停变成云多，这大概就是这今明2天比较偏中部以北甚至东半部的天气形态。气象署表示，爱到拜三水气才大大减少，不过依然有东北季风影响。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既然落雨，拜4到拜2天气回温个回温，会30度，不过金马地区开户低温，或者无影响能见度都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